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另外是观众欢迎收看4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。上议会进入总质询的议程，第一位发言的是议员创全，会中伊针对行政人员无休假的加班费以及房屋税等政策，加持有探讨到底什么是公平正义。针对最近教育团体参加真热的行政人员无休假加班费，伫6都当中，其他拢是16天，独独咱市只有3天。不但甲其他5都袂比值，就连市府公务人员也只有7天，根本就是一市两地。对此，议员创全上午透过市政总质询，一方面了解所需要的经费，另外也希望市府会当做较公平公正。是因为要让这些行政人员给他一个鼓励，但是我感觉上基本的来讲吼，假设说人家的有人做到16天，吼。甚至咱公务人员买到7天，那么教师的行政人员，是不是可以考虑未来啦？3天变7天，还多少局长我有甲问嘛，预算数大概4000万。其实当时有诸多的考量，那没有办法说能够完全，也许没有办法符合所有人的这个期待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当时是做了一些努力的，那另外就是说，我想这个我也跟议员报告过，就是说在行政减量这个部分，我们是非常努力在做的。我们会做，因为各界整体的考量、努力的空间，各界的需求非常多了哈，包括像清洁队员，因为这个部分还有消防人员，还有警察人员的超勤津贴。那其实所有的公务员，差旅费，对，我们也都是因为整体体谅财政的。对，当然我知道。我们会做全面性的一个考量，好不好？另外，梳理幼地方公立化的政策，虽然市府对偏乡开始试办初期有提升到有利的入园率，不过议员烦恼这项政策是不是会当延续，甚至扩展到全区？对此，教育局长陈小平表示，好政策一定会延续，不过议员却认为预算无法度算出状况，提醒教育局若是实行上有困难，也是希望将资源平均来分配。当然，新闻联跟王子豪采访报道。最近，北部地区传出假鸭货嘛护食品安全问题，再次引起关心。对此，议员林养义上午的质询卫生局，台南感受东部进行抽查来保障市民健康。透过媒体报道，市议员林养义表示，伫咧北部地区传出有假鸭货，不但鸭货内底连一滴货都无，根本就是化学加工。尤其食火锅的人遮尔济。北部地区伫咧事件传出来了后，卫生单位马上就进行调查，但是伫咧台南地区却无看到卫生局有任何动作，因此要求卫生局爱马上进行调查。用太白粉甲豆泥落做啊，甲用一个色素，都搅起来，变一个鸭货啦。内底连一滴鸭货都无。人台北县市已经动作拢出去啊。专门咧抽查贩卖鸭货，甲零售商，甲大盘，咱台南市校正连一个动作都无。安尼敢对？这个新闻毋是今日较有尔呢，这个新闻已经1礼拜啊呢。咱台南市校正是连一个动作都无。你来看将士，咱在食火锅的，一天食的鸭货看偌济？内底一滴鸭货都无，等下开会开了，你爱叫恁遮卫生局遮同仁赶紧去抽查。若是产位呢，可能就爱个试调啦、检警，爱甲咱斗3工啦。所以呢，因应该是有在做工作。你该去抽查啊。是。抽查了，较交代路条啊，才咪去调查啊。是。因为即款食安的问题，较早闹一站啊，即站较淡化，淡化这无良心的这厂商搁出来啊！尤其鸭货这点你一定爱调查。议员咧讲的对啦，就是讲迄无良心的迄个厂商啦。对，我今日讲的就毋是去指责你，
你这恁爱做的工作，希望咱卫生局这同仁爱发挥恁上好的功能，开始专门去抽查。除了假压货事件，另外议员也关心办桌市场的低品饮料。议员举电视节目为例，不管是加比或者是果汁，拢会当化学来加工。对此，卫生局长陈毅表示，若是参假的，会会同检调单位来调查。台北新闻联跟王子豪采访报道。面对民众诉求，市府目前正在规划4合1的民众管理所，另外现空2座火葬场，一南一北以外，也要将满道区列入第3座的评估。对此，议员郭秀珠向我表达里面的心声，希望市府莫将满道列入考量，建议刷到偏远的山区。因为民众需求，咱市2座火葬场，一个伫溪北，一个伫南区。因此，市府当咧评估4合1的殡葬管理所，虽然满岛一个2合1的也列入评估的地点，不过议员郭秀珠上午透过总集群为当地里民发声。议员表示，港仔尾因为靠近着台南小城甲真理大学，佮加上当地地势较低，拄着大雨就积水，因此建议市府毋通将满岛来列入评估的地点。我甚至伫遮个代替阮的满岛店面，包括港仔尾。里长甲众人的声音，甲你拜托。阮满岛莫甲阮考虑，你若市政中心要刷来阮满岛，较甲阮考虑，阮会来斗协调，来斗协调。只让你请坐。阮希望讲，今仔日阮要来，阮的里长甲阮的所有满岛店面有交代一句话啦，不是抗争代价付出偌济，一定会甲你玩到底。所以我伫遮拜托市长啦，尽量你的迄个4合1殡葬所，莫伫咧阮满岛，莫伫遐东头壳啊，好无？当然，这嘛是一个评估的地点之一。但是我拄则有讲几个原则嘛，讲因为过去进行主事，咱若要入去即个若搁台的时阵，会经过部落。但是如果即个咱因为每一个地点，伊的考虑，伊的现主事的现况拢无共款。但是我拄则有讲到有几个原则嘛，就讲第一，咱我拄则讲的第3项就是袂去影响到现主事部落的生活。虽然民政局回应会调向影响上介少，并且做综合性的评估，不过议员也是建议会当刷到山区。若是市府坚持要伫咧满岛来设4合1的殡葬所，议员来表示满岛的居民一定会抗争。台新闻联跟王子豪采访报道。由客家委员会、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所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，这礼拜要来小解客家的小调歌曲《瓜子人》，现在自回来欣赏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邓老师，我是小晴。哇，小邓老师，今天我们摄影棚好热闹，好特别，好有气氛哦。哈哈，是呀，今本嘅好好自家天使后院啊，爱来老观众朋友来介绍客家传统的小调歌曲哦。哦，客家传统小调太棒了。错啊，小天嘅单元嘅节目啊，就做在圈子里接触到多。客家嘅相关的文化哦。那今天小邓老师要介绍哪一首客家传统小调呢？今本日我来介绍客家小调歌曲啊，从当作以前呢，你客家传统的三角采茶技巧，就係客家創明神法當中嘅精神嘅力量。根據歷史嘅記載啊，客家人大約嘅從呢個清朝乾隆年間嘅時節啦，就使到桃園啦、新竹啦、苗栗呢條所在來落腳。呢條人啊，大部分都係來自嘉應族，
台湾三角采茶戏剧的所用的语言大部分就会讲那个四言腔哦，也就是嘉义族客家人所用的客家话。从那个采茶戏剧传到台湾以后呢，慢慢的流行起来。到了清末民初的时节啦，就有多嘅戏班呢来成立。俩戏班呢一度啊，就会上涨，会有竞争。俩到戏班还是以民谣为基础，有的就用山歌来编歌词对拍来做戏，有的就用手跳来对唱，加上对拍来表演。两种的形式呢，都係以阿厝啦、阿丹啊来考试、来跳琴为主。哇，太棒了！观众朋友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哦，真的是赚到了哎！原来客家小调的历史演变这么的有故事性哦。小青讲的冇唔错哈，就以俩嘅旋律来讲呢，你客家有到嘅小调呢，係受到大陸啦，韓國你台灣好多歌嘅，也係原住民歌謠等多元文化嚟影響，影響最大啊！當然還係從日本嘅統治你台灣時節所推行嘅皇民化運動，從啲日本人統治你台灣嘅時節啦，各類型嘅採茶戲劇都受到打壓。講食材有啲嘅打賞，唔過呢，好多啲民間人士呢，利用呢個農閒嘅時節來挖靠民謠演唱嘅方式來保存啲客家嘅山歌、客家嘅小調等等。一直到啲民國40年以後呢，各種嘅戲劇將重新來復興起來。各種嘅採茶戲劇每場cham嘅鬧熱起來。小邓老師，那這麼說呢，不管是客家的山歌，或是客家的小調歌曲，它應該是客家常民生活最大的娛樂功能和精神食糧咯。初漢網有收音機，韓國電視機之前呢，你客家戲劇嘅發通啊，做得講係大家。做啲連沙村莊間嘅交流往來，大家坐定來看戲，對傳統社會嘅廣眾人來講，係當然地嘅社交發通之一咯。那我們就來欣賞客家小調歌曲了吧。以下出嚟介紹啲經典嘅客家小調歌詞，所謂經典嘅就係我認識啲客家小調啊。那個瓜子葉倆數嘅小調歌曲呢，係必學嘅曲調哦。那個歌詞講：一盤瓜子3碼30雙，數件包來數中草，上送奴來情歌哦，上送來奴情歌哦。食到瓜子相當樣啊，思想麼呀得強啊，咿呀咿得有。食到瓜子相當樣啊得有，一條樹根3碼3尺3，上修芙蓉下牡丹來修得好哦，芙蓉來修得妙啊。慢慢吹來慢慢彈啊，思想麼呀得強啊得強，咿呀咿得有。一心修來送情歌啊都有，一記6組3碼3尺3，送本情歌做動手來口中吹哦，琵琶來手中彈，慢慢吹來慢慢彈啊，思想麼呀得強啊得強，咿呀咿得有。慢慢吹來，慢慢彈啊，得有。得強啊，咿呀咿得有。慢慢吹來，慢慢彈啊，得有。希望這個馬上登來新聞現場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积水盘若有积水，要倒干净。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，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。花瓶底部、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，避免蚊卵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。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。防治登革热，清干净、倒干净、刷干净、晾干净，大家一起来。
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《非读不可》，台南爱读册。在调各位5月，包括春和剧团、表演工作坊以及故事工厂这3大表演团体，特别来到咱台南文化中心演出。因表演内容对音乐剧到戏剧相当的多元，而且也推出台南专属的购票方案，民众只要买2张票，就享有85折优惠。由知名艺人郎祖筠、何笃玲担纲演出的歌舞剧《爱情哇沙米》，5月12号将会率先伫咧台南文化中心演出。剧情探讨的是3位女性好友的情感故事，并引着精彩的歌舞剧，带领观众做伙进入戏剧当中。另外一出由表演工作坊制作的《台北男女》，将伫咧5月19号登场。剧中以学习戏剧的表演方式，让观众哪看哪笑。最后，伫5月26号登场的《未婚男女》，这是由故事工厂所出品，要带给台南的观众满满的感动。这么重量级的演员、重量级的剧团，带来这么重量级的剧码，这个5月可不可以不到台南文化中心来？不可以，一定要来。好，我想这个一定要请大家告诉所有的好朋友、所有的剧迷，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剧码呢，一定大家不要错过。为欢庆母亲节，嘛特别推出台南在地专属的套票。民众只要2人同行，就会当享有85折的优惠。要抢好康的朋友，会当向台南文化中心下询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为了更打进在地文化，为伫安平的5星级酒店，特别以当地上界出名的吉祥物剑狮来设计6种无同造型，代表无同意义的公仔。同时嘛，发表饭店内小伙推出这优惠好康。剑狮就是安平地区吉祥的象征。位伫咧安平的大圆皇冠假日酒店，为着要结合在地文化，特别设计了6款的剑狮造型公仔，分别代表着福气、健康、辟邪、平安、爱情、智慧等等，作为着饭店代表的吉祥物，并结合着今日干部线上推出的官方赖，希望会当提悬整体的观光人气。我们酒店的本身的位置也在安平，那我们希望呢跟安平区公所做一个结合，安平区公所他们本身也做了很可爱的剑狮宝宝，那我们也是希望说看准这个剑狮大家很喜欢，然后也有各种不同的变化，所以我们有也这个用剑狮画成的公仔的方式，它包括了祈福、健康或者是爱情啊、财运，甚至一些智慧的一个象征，让我们拉近我们对这个在地文化的一个感觉，同时也让大家觉得说，原来酒店做这样的一个公仔，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亲子客来到我们这边，然后也更可符合在地的文化。安平区长赖清竹今日也献心支持，并希望剑狮文化会当因此有更多观光客会当熟悉并喜爱剑狮。很高兴大圆皇冠假日酒店今天会推出以剑狮为主的赖贴图，然后让我们的剑狮可以走向国际化，在行销之余让大家也看到剑狮。当然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赖。那我今天是以区长的身份来参加这个活动，那请注意看，我是姓赖，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赖，那大家一起赖在一起。大圆皇冠假日酒店的官方赖，现主时只要加入并填写着会员资料，就当每一个礼拜抽买1送1的优惠券，也阁有侪好康，业者表示会无定期来回馈予消费者。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。也来关心相关的医疗资讯。据了解，目前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也是以药物为主，不过一旦药物无效，而且被诊断是血管性引起的，只是泌尿科医生表示，患者会当考虑自费采用低能量的浸泡疗法，伊照临床经验，1摆疗程至少会当动6礼拜效果。
根据贵州法院比例科表示，近年来男性因为性功能障碍来看医生的人数大大增加，甚至有年轻化现象。其中排除心理甲环境因素以外，各以血管性的障碍上侪。医生表示，只要接受过注射或者是药物，都无明显的效果，得当考虑用浸泡来处理，完全无侵入性，嘛袂有并发症。新一代的治疗方式，低能量震波治疗，有别于之前的治疗方式对于血管性的勃起功能障碍，它的优点是在于说它非侵入性，而且病人几乎不会觉得不舒服。那也可以在门诊治疗，它的弹性是比较大的。那效果有别于以前，以前的话，如果吃药效果不好，可能就需要塞剂啊，或者是打针，或者用手术的方式。这个除了病人不舒服之外，也有蛮多的并发症，所以目前会比较建议使用新一代的震波治疗。医生表示，依照现在浸泡的效果，每一个疗程4摆到6摆，1摆20分钟，效果会当动6礼拜。不过提醒患者是，该新的疗法每一摆拢爱家己负担6000块，所以想要恢复男性雄风，则爱做的代志，嘛爱付出代价。电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在日本有发明一个名词叫做“简居族”，意思是讲点日出来拢无出门，无要工作，嘛无上课，已经超过半冬以上。技术医生表示，这个现象无真的意解，多数拢是采用家族的治疗来找出真正原因。简居族这个现象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待伫咧厝内超过半冬，无出门、无上课、无工作，就会当称作简居族。这类的社会退缩的症状，首先要排除是忧郁症，也是思觉失调等。医生大多拢袂以药物治疗的方式，而是采用家族治疗。互爸母亲以及囡仔找出双方互动的模式之后，慢慢来改善这个现象。目前来讲，就是说，简居族实际上，关于这个治疗的经验还是日本最多的。那根据这个日本这些第一线的精神科的研究学者还有医师们，他们在治疗上面累积的这个建议是说，大概没有有效的药物，而在台湾，我们针对拒绝这一群，实际上也是必须要透过一个家族治疗的一个家庭互动关系的调整，来帮忙这一群这个严重社会退缩的个案来重返校园跟社会。根据统计指出，简居族这个现象，大多数拢是出现伫咧少年人身上。对着简居族，上好爱寻求精神科专业的治疗。才会当协助因破茧而出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。明仔是好天，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5度到30度，落雨记录一成。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，现段阵风8级。感谢收看4月11号的中港台南电视新闻，咱再会。